全部听都系水的，其他还未烧着。 守住了！啊，和你那个也是臭爆糟啊！有空啊，有个用到底不去啊！俺这叫服了。服了地，哇，服了地呀，换位呀。 有鬼车厢。哇，有鬼车嘛？进步飞到有我逼上被我喝到嘛？啊，车都里的，啊，哇，不进路边屋里嘛？行进啊！哇，老可怕了，这2、3个娃嘛。这好腐化有个顶上什么啊？现在老什么？ 导演，说对解决，结果你那边好的安一下呀。你还没往这边。高收入。油罐车爆炸，寸草不生啊！ 我操！哇！那次火灾不得了。枪我砸多就哪里有人？楼下搞干嘛嘛？楼下消防车。给你们看一下啊，这120辆车全部都烧完了，整个村的玻璃都炸碎了，整个村的。我的天哪，现场太热了。